本地甲組足球聯賽傑志3-1擊敗咗東方啊！咁同和富大埔一樣係3連勝，連得失球都一樣，並列榜首。林普斯報道。白衫嘅傑志由白賀斯射入12碼，開波7分鐘就領先。上屆銀牌決賽輸俾東方，傑志當然想拉開比分。林家偉空晒，不過起腳就撻晒。白賀斯話都係等我嚟啦，接應森姆迪奧嘅罰球頂後入埋2-0。不過洛迪高接近零角度一頂，黃振鵬竟然擋入咗，東方有翻啲希望。換邊後兩隊就快打快，盧君儀想造就白賀斯連中3元，不過餵到埋口都搞唔掂。東方就想追平，但都係追唔到。完場前守門員都上埋去助攻，冇收穫仲益埋森姆迪奧，走啊走啊，大個空門想唔入都難啦。輸波成定局，後備上陣嘅李健和仲係咁燥，咁樣對球證換嚟紅牌又何必呢？佢被趕出場，對戰果冇影響，傑志贏3-1完場。